早晨，十字牌早餐。今日我哋睇新一篇嘅詩篇啊，就係第31篇。我哋先讀經文。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耶和華，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憑你的公義搭救我，求你側耳而聽，快快救我，作我堅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為你的名緣故引導我，指點我。求你救我脫離人為我暗設的網羅，因為你是我的保障。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耶和華誠實的神啊，你拯救了我。我恨惡那信奉虛無之神的人，我卻倚靠耶和華。我要為你的慈愛高興歡喜，因為你見過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艱難。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敵手裏，你使我的腳站在寬闊之處。耶和華，求你憐恤我，因為我在急難之中，我的眼睛因憂愁而乾癟，連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歲為嘆息所曠廢，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敗，我的骨頭也枯乾。我因一切仇敵成了羞辱，在我鄰舍跟前更甚。那認識我的都懼怕我，在外頭看見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記如同死人，無人紀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聽見了許多人的殘謗，四圍都是驚嚇。他們一同商議攻擊我的時候，就圖謀同害我的性命。耶和華，我仍舊依靠你，我說你是我的神，我終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脫離仇敵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臉光照僕人，憑你的慈愛拯救我。耶和華，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為我曾呼籲你。求你使惡人羞愧，使他們在陰間緘默無聲。那撒謊的情驕傲輕慢，出狂妄的話攻擊義人，願他的嘴啞而無言。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為他們所積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你必把他們藏在你面前的隱密處，免得遇見人的計謀。你必暗暗地保守他們在亭子裏，免受口舌的爭鬧。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在堅固城裏向我施展奇妙的慈愛。至於我，我曾急速地說，我從你眼前被隔絕。然而我呼求你的時候，你仍聽我懇求的聲音。耶和華的聲音啊，你們都要愛他；耶和華的聖民啊，你們都要愛他。耶和華保護誠實人，足足報應行事驕傲的人。凡仰望耶和華的人，你們都要剛強壯，都要壯膽，堅固你們的心。好，咁今日咧就唔睇太多經文，因為本身嘅經文都好長，大家都可以慢慢咁樣去消化。雖然都個內容唔係我哋完全陌生嘅，不過咧就明顯地我哋要睇得出咧係一個完全喺戰場上面嘅處境嚟嘅，而敵人嘅羞辱咧亦都係明明確確唔係詩人自己心裏暗自憂愁嗰一種嚟嘅。咁所以咧所有嘢都係要清晰要神做到係啦。咁31章1至5節咧就係講緊敵人就整咗個陷阱啦，咁所以咧就求神去保護佢、保障佢。6至8節就係一個信心嘅證明啦，跟住9至13節咧就係軟弱，講緊詩人嘅軟弱啦。對方點樣去，無論係攻擊佢啊，同埋嘴唇上點樣去毀謗佢。咁跟住咧又係一個信實同埋一個拯救嘅預期喎，係嘛？即係有一個上落喺度，即係我知神一定救我，但係又俾人哋糟質緊，
我哋知神一定有我咁樣嘅一個狀況。最後就係神嘅善啦，係啦，同埋對神嘅歌頌啦。咁呢段經文即係我頭先所講都係啦，即係直情係一個戰爭嘅處境嚟嘅，所以而家咧就完全去依靠神。我哋睇第一、二節咧，都係呢一種理解啦。咁點解神要去幫助咧？係啦，係因為神嘅公義，係因着公義咧而得到個拯救嘅。咁喺呢度呢個拯救咧，其實就係話帶人去逃難啊，然後揾一個避難所，係啦。咁呢個我哋可以理解，就唔係一個戰場上面直接嘅對抗，係啦。反而咧，即係好似俾佢唞一唞，匿一匿先咁樣。咁佢嘅羞愧咧就唔係講緊一個感受啊，係一個外在嘅環境。就係 public disgrace，即係直情係俾人哋公開笑、公開鬧咁樣。咁我哋可能我個腦裏邊即刻諗起哥利亞嘅罵戰啦。雖然呢段唔係講呢個，不過咁嗰個就好公開啦。咁我哋就會明白嗰個處境。咁我哋就用岩石啦、用山寨啦、用磐石啦去形容神嘅。咁而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都未走到去呢啲可以保護佢嘅地方咧，就係求神為佢嘅名嘅緣故去引導佢、指點佢係行得到去呢啲地方嘅。咁其實如果我哋放翻去啲心理上嘅過程，都係即係俾人哋講到一動都冇，仲係咪即係叫做會唔會走咗去自我毀滅咧？係咪啊？俾人哋柴頭柴到都，尤其是而家網絡世代。不過而家就翻到去，我想去即係去揾到一個唞到氣嘅位，就算你指俾我睇，都要帶埋我去嘅，唔係淨係好似問路咁，唔係淨係指個方向，前面直行轉左啊，係咁我陪你行過去啦咁樣嘅一個狀況。咁而亦都係去聽佢講啦。第二節，求你側耳聽，快快救我，即係呢個全部都係喺個逃難嘅過程當中同神嘅交通。咁最後咧就去到第五節，呢個我哋好熟啦。將我的靈魂交在佢手咧，即刻諗起十架七言。咁啊，又話誠實的神啊，你救贖了我，咁就去完咗呢一個第一個部分啦。咁就係喺呢一個臨近啦，或者已經中咗個陷阱當中，而是神為佢嘅保障，係可以幫佢逃難嘅一個段落。咁啊，七禱告。最後就係你睇到第31篇都好知道，好似一個預言嘅詩啦。後面都見到，尤其是啲人公開嘅羞辱，都即時會聯想起耶穌上十字架嘅狀況啦。咁啊，求主你都去保守我哋，即係喺戰爭嘅場面裏邊，我哋可能好陌生，以至乎古代戰爭裏邊我哋所指向嘅東西，如果我哋冇具體嘅認識，我哋可能都冇乜感受。不過放翻去現代，我哋一樣都係面臨一啲聽到好多根本唔識你嘅人對你嘅辱罵或者係負評嘅時候，我哋有冇掟呢咧？都唔好講我哋點樣去回應呢啲人，係我哋心裏邊係咪因着神，我哋仲可以站立得穩咧？呢個係我哋嘅課題。求主你嘅親自幫助，禱告奉主耶穌名祈求，阿門。